金元兄。
话唱得太好了，声情并茂，韵律无穷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喜欢谢小姐方面幸福的情。故说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。是啊，今日能一睹谢小姐风采，聆听这美妙的演唱，实在是用心之至啊，用心之至啊！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姐。好，多谢多谢。这就是多谢今日盛情款待，那我们或就要乘兴而归了。到此为止。好，来，谢小姐，我来替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长夏金色国文总教授林金銮先生。你岂是林金銮先生？这样，奴家都先生写的民族新乐府得不少好书啊！哪想到今天能愿意见到先生，奴家一礼了。谢小姐见笑了，见笑了。哎呦，没想到，谢小姐还是林兄的同胞子呀！林兄，你觉得茶花女这个故事怎么样？这法国小说里的故事与吴国小说中情人女子的爱情结局大不一样啊！这就是故事的根根啊！原小说有非常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新鲜和他的叙事方式，比这要动上的多了。是啊，我在法国旅游时去读过这本小说，都被感动的流泪了。这下我懂法文，是无缘情令概述之妙词了。我与才下配书，请林兄这边一言，将其翻译成国文音色翻译。好，二位译者，我像一种新的不一样，与我出自刻板印象。只怕这下难生人此事。以林兄我自己，林兄必然能胜任此事，因为你不用此担当此事的此话怎讲？林兄啊！小言，皇太子传杨国慈，一从人生来他听说地势强征一不错，我算唱在朝并肩与后羿，一语别分与半夜牺牲小手，将其文明意义上不少的风景介绍给国人，这不正是抄袭也开名词、幸运的字句吗？是啊，金銮兄，告知你也消息，我那同唱野凤也已在扮演音色礼部之中，名叫天野人，欲借此呼唤国人强国保重。此夕呀，开名字，他以言语超后，一马大起了。林兄，你当时候这二人巧言语声却也俗，天子看成
四大聪明把兵舞。这是啊，这是什么？当初是个民族情和风，人潮也风披香大路。生什么不问王家山上去，一里呀尽情不顾，情爱消失在翻译，更为陪人黑几头。为什么才是修道士天空，人为下来背负？这上真是愚公之前，殊不知在西山面里消失的是正统王爷，了解爱情也是至高无上的。秦鸾兄，无需在此多疑问呀，这是真。先生所创作的命中新乐府，三分之所吧，恰是一部意蕴深长的举世必兴之作。你看看，很是喜欢，先生是把这花语解释翻译出来，奴家愿意这部编曲演唱。哦，你看，我还是上家谢小姐理解你呀。苏西小姐四次谈谈，先生客气了，能演唱先生的大作，才是奴家的一生心语。你说，此次你为何应呢？既是此次夫妇后言呐。三长兄，那我们就一起翻译吧。好奴家万福不轻，请兄弟请观诚意。先生的一份，奴家想先入为快，好做编唱真的。好，奴家就写过先生了。请兄弟客气了。
望中前恨，朝光隐隐。马头剧场灯儿落，珠水高雄，雨水才下。岸上紫梅水，水面红润映带丝丝军旋律。耳膜上明音口鼻张，感觉有宝，既呼吸宣泄自好，写得好啊！难怪邢小姐公的一文四季简洁细言语，好嘛就用。哎，听说那天他送你一副半送草套，你为他一副半少无情的双面，你把他比作成语半少，他是非常的高兴啊！真秀，开玩笑了。我可听说，从那以后，他经常为了婢女经历说很多好吃的。我已再三交代你的，不能再说人家东西了。好了，进去喝茶吧。哎呀！嘿嘿嘿嘿嘿，我是怕被我先生当屁股才偷吃的，你可不要告诉我先生啊！哦，怕被先生当屁股在推吃，这话我不明白了。哎呀，王先生。哦，那你怎么知道这里的月饼是被一枚偷咬过的呢？月饼上面有口的痕迹，只有女的才不口的呀！还这里这个月饼还有什么？哦，这是知道的。快叫先生出来！叫先生出来！哦，我是继续。哎呀，挺安心啊！好是来了，天降烟火了。什么天降烟火啊？金銮兄，名虽此地铁家人，身朝也明光恩，远将谁尽父兄泪，天降烟火情意真。小的真是谈笑风月本须尽，此地几人望不尽，才报上天一不尽，怎得好子同芳心。兄弟莫叫太先进，一朝天儿一朝明，七分马家话说他是非里来真英明，几个为人多凡尘，乃是对我结问情。爱看金山寺里门，其实此女也能情怎么，他又送东西来了？哎呀，这个命题你怎么又……哎，你先别说挂名的，你先看看人家送的是什么吧。2块肉饼，怎么我们要了一口啊？一口人家的那一口，应该是谢小姐收养。这另一口嘛，还得差距。这是何意呀？哎呦，林兄啊，你天聪古人，不会连这点事都不明白吧？好，你再来看看这墓地上收的是。中秋朗月照云黑，素面朝我一张台，孤身再去冰冷呐，太望暖风唤君来。林兄啊，不要为了美人把
放心啊。是，子仁兄啊，前期故事放莫在，我悲所系提在那与离情伤心共琵琶一旁风雨是在将我年华，身在其人中上位，沧海孤舟难为主，情话少言，夜待自由。你真觉得见小姐想帮着？这里虽有些夸张，可他身上却有些美景精彩的风雨。小弟以为啊，他们可以理性强化的精华和见识，否则怎么会喜欢命中幸福？他种茶可花。我也听说，他常与官家上阵，文节也当。哎，那也是因为他从小父母双亡，孤身无依，为生计受病。哎，这马他在上养我此吃事实在一吧，请令他多次来访，为你也有流言蜚语。什么流言蜚语？唉，森林树，森林子身在外，强与马同穿上路，真用多情美人关。举子天前不顾，要人去
用水草先向小姐陪彩礼。先生的意思是？那些诗和牛逼，定比秦乱秀收为，才都是水草我越走陪王之举了。你真的是自信农家。哎呀，小姐轻了不，用水草把话说完，你事实上为明白我的一片苦心不成义理。小姐呀，你能把情爱兄真心相依，你情家子情多少，难心为真，只因他常理解忘记自我，因此常常与人间那与你。为娘你真挚情爱转光，才莫分思乡人别好情。落花不能万里水，此事莫信，更可小姐，你是对我兄弟3月情深，何必这次离经？他嘞，才貌在上早有情，此去思乡花开真心意。今夜明里他要两我起口，因也是因与人意。才差今世所为，既是为他人一场好姻缘，也是为这小姐之力，将我兄弟从痛苦中解救出来。情好之意，幸好这与你愿心才是你，去唱我悲在三次逃三百里，四百里，往昔真心，自不与他怎困起来听也只是水水浪，我腔难以再为听，当不是江错水错，是因人两层泪情两心，上阴的血水落满空心，一心我在外去，谢小姐，你快！金元兄生日知道，请小姐稍停，请小姐稍停。王先生，王先生。雨苍苍，那情儿曾怕东北快逃，只怕是非的结娘，才是东北口音中当自己。这如今时候，
茶花语中就源于此的爱情和婚姻观念。婚姻不应是世俗婚姻什么，当以两情相悦为基础。自从一心去交柳叶飞鸟儿好，情内翻一茶花女，几声小女更飞扬，唐朝公在这此时，只怕是名都与黑风浪狂，就算与黑风浪狂，也要踏浪去翻江。桃黑浓草看不一，听说我毕竟不是皇城茶，他黑啊女哟他在龙门阵，把世俗里走成了。弟兄，子仁兄，此事甚贼吧？哎呀，英雄啊，万事一说吧。是。表情好可爱。如今一国贼的此言之事，须知此言不能去。英雄啊，你说你有点说，哎，你看你是不一样，把心情，金元兄啊，哎，我怎么这开不了啊？你啥个玩意？哎呦，英雄啊，金元兄啊，哎呀，英雄啊，哎，用福州话讲，这就叫更加强呢。做侬脑，你哪去谋啊？尾巴吧。哎，都是金刚兄，来茶，你去广州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是光比的乡长带领，请你们尝尝。多谢多谢，来，来，怎么样？你仔仔细细的欣赏笔记，运营的可好吧？还好，此事用为慢手。77分2位，那场欢愉翻译的是我了。余生啊，正苦念叨，这本4年，怎样？新的起，怎么是？你在广州见到他了？唉，真没有见到。他从广东随时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他的不少情况啊。我上来听听。金元兄怎为此事苦恼？唉，秦安兄，他始终嫁到广州，情况可不太好啊。举身我心不长啊，举酒气色传平阳，时常用来唐明珠，欲把那茶花女来尝，你家人你他早不依。
这种事啊，这我也不知道啊。